哦，这边也有。370多年的复辟国贸场面。我想起来很美。很有创意，还种这个花，种得很美。水上摩托车，水上摩托车游记，水上摩托车游记。小水人的钓鱼，水上摩托车，小水的。这个没有解说牌啊。你看这个是古代的那个碾米的工具耶，要做那个过年的糕饼用的工具耶，也无嘞，石磨呢？你看那个石磨，也无嘞，古代用那个来碾米，然后做那个米果，这粿啊，粿啊，用迄米泡啊，即马刚好变接了，那个工具啊。挣钱到那个老屋呢哈。这个美景啊。慈德禅寺，正前方慈德禅寺，夜景会更美。好了，谢谢啊。